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做主的儿女实在真福气，伫福气中，咱着爱会晓感谢，感谢有真侪种的方式。唱歌、学乐，若是感谢的一种，咱大家拢是会晓。当今个早起，咱要学4条假歌，头一条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上帝是听，伊听咱，咱也着相听。做上帝的儿女，咱着爱报答天父听。咱若有相听，就是报答上帝听。请咱三角来吟，听，互咱自己做一伙。 咱是一群跟对耶稣基督的人，是得到上帝儿女的人，就是一群得恩典的人。得恩典就是得到好处，有得到好处，咱就爱会晓感恩。最好感恩是伫生活上会用跟上帝做利益人，所以咱爱努力伫家庭中、伫朋友间、伫社会上做会用跟上帝做利益人的事。上帝予咱真正的恩典。 咱就会晓感谢伊，咱三角来吟奇妙的恩典。